叫做着我所起供电管塔，搁一摆吼，来，着我所起供电管塔，搁来，变吼变正土粉就毁无，这也搁一摆预备，来，变正土粉就毁无。好，安尼，会有诶话，好话会无？好，咱第二再搁唱一摆吼。来。人所怕靠世间烟火，到天关世归堂土。着我所起供电管塔，比正土粉就回无。好，第三位，咱今仔日圣餐吼，来，圣诗366首，咱唱第一节。来。主你的圣徒，为我受抛破，流出你宝血，献出你条我，让我被罪恶用尽感谢你，愿你笑脸。愿爱你笑脸，愿爱你来笑脸你。好，练习到这，咱有带手机啊，请关机，也是关做震动，准备心。
城门啊，就拍开；永远的门啊，就大开。荣耀的君王要入来。这个荣耀的君王是虾米人？是万军的统帅上主，伊是荣耀的君王。请做位起立来吟圣诗第2首，圣在，圣在，圣在。现在，现在，现在，万年多主宰，万天下的我乐上天主啊！现在，现在，现在，万地的大海。咱犹原徛咧，用使徒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别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贝岛人来受苦，经12架死，埋葬罗英府。第3日对死人中告我上天，搭坐伫全能爸上帝大屏，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告我，永远的活命。阿们，请坐。咱做伙用启文17篇，就是诗篇65篇吼，咱做伙来启用。我来启，请大家来用。上帝啊，人就伫世间称赞你，请人基督的主啊，做压倒我。你所竞选，互你亲近你，住伫你殿内即款人，真有福气。日出日落的所在，你互因欢呼。上帝河水满满，你灌溉田野，收平土地。你赐福互农作物大长，你用丰收做年冬的王冠。连
旷野草坡嘛有得地。草坡用羊群做衫穿，因拢欢喜出声吟诗。叫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阿爸爸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带领阮平安进入2023年。伫新的一年，带领阮思考要安怎做，较合乎主你的心意。无了家己已经得到，独独专务项，就是袂记你后壁的事，你以头前的事向所查标来走，到得到上帝伫耶稣基督对顶面吊咱的像。求主带领，互阮每一个人，每一工拢有读圣经、祈祷的灵修生活，对上帝位中得到亮光甲开力，有听主听人的心来服侍主，好款待兄弟姊妹，惊伊伫兄弟姊妹姊妹世一个来对上帝得到稳定，进前来成接国，就是对创造世间以来甲阮备办的。求主带领今年各部各团契、各机构每一个事工，拢来伊达成。教会整修工程，甲文物的修补，拢能继续进行，奉得胜的主耶稣基督圣名恳求，阿门。听我祈祷，主听我祈祷，奉求你。赞美，圣经对要吟的诗是万美光明极美丽。
做伙来恭听上帝话，记载伫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2章第1节到16节，就是第2章的全部吼。第1节，兄弟姊妹啊，我以前去恁遐时，无用水的言辞，也是智慧宣讲上帝的奥妙，因为我决定伫恁中间，啥物拢无讲，只有要讲耶稣基督甲伊定死伫世界顶的事。我伫恁遐时，软弱阁行甲皮皮喘。我所讲的话，所宣讲的信息，拢无用巧妙智慧的言辞，是靠上帝神的大能来证实，是要互恁的信仰，毋是靠人的智慧，是靠上帝的大能力。虽然是安尼，对遐灵性成熟的人，我嘛有讲智慧，不过毋是即个世间的智慧，嘛毋是这世间注定的失世统治者的智慧。我所讲的是上帝奥妙的智慧，是对人温捌的，是上帝为着要互咱得到荣光，伫创世以来就先决定的。即世间的统治者，无一个人捌即个智慧。因若捌，就袂将荣耀的主钉死伫十字架。照圣经所记载，上帝为着疼人准备的，是目睭毋捌看到，耳孔毋捌听到，嘛毋捌有人想到的。毋过，上帝已经有通过圣神将这个事对咱启示。圣神彻底知万事，连上帝深沉的旨意嘛知。只有人家己内面的神，较知家己的事。亲像安尼，只有上帝神较知上帝的事。咱领受毋是世间的神，是对上帝来的神，要互咱知上帝赐咱的智慧的温事。所以，阮对属灵的人该讲属圣神的事，毋是用人所教的智慧，是圣神所教的话。属血气的人袂当领受对上帝神来的温事，这个温事对伊来讲是虚妄的，无法度了解。因为只有属灵的人才会当领悟，属圣神的人会晓判断万事。不过，伊本身是无人会当甲伊判断。圣经有记载，啥物人知主的心意，啥物人会替伊出主意。毋过，咱有基督心意。入面咱老师要传来信息是智慧的风吹起。请咱同齐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当阮来到伫你面前，阮听你的话语，也照着你的话语，阮要得到帮助。愿主用你的圣神教导阮、启示阮，帮助阮知，踮伫阮逐人的生命中间，你有你水的心意，也引带阮，互阮哪来哪亲像你。同齐祈祷，靠耶稣的名，阿免。也这大家平安。对即礼拜开始，咱逐个人有足侪人参与，踮伫读圣经的活动中间。伫读圣经的开始，大概咱拢会对创世纪开始，所以逐摆读到创世纪的过程中间，一开始上帝讲爱有光就有光。当上帝的话显现出来的时阵，迄要带着新的创造力，也要带着新的开力，成做咱的帮助，也踮伫咱的社会中间，要带互咱新的愿望。踮伫哥林多教会，顶礼拜咱对传道所传讲的信息中间，咱会听见哥林多前书第1章所讲的，因咧追求智慧。所以哥林多教会若是照咱的理解，大家人拢会讲，即间教会有真侪问题。那亲像踮伫咱的人生中间，有当时啊，咱要处理的嘛是一个搁一个无共款的问题。所以，毋知影对咱来讲，面对问题的时阵，你会安怎做？大家人会讲，啊，毋是爱好好祈祷一下。拄着问题的时阵，毋知咱到底会安怎去反应，咱到底会安怎做呢？
读哥林多前书，你会一直看到保罗处理一个搁一个无共款的问题，一直走出来，一直走出来。这是一间充满问题的教会。若是愈读愈会发现讲，内底有啥物问题？有分党的问题，有淫乱的问题，有婚姻的问题，有灵魂的问题，有足侪无共款的问题，充满点伫即间教会内面。毋过，毋知影咱知无？每一个问题的背后，一定有伊的原因。每一个问题的背后，一定有伊的原因。这个原因有可能对人，也有可能是对整个环境，拢不断充满出来。所以有当时人所拄到一个上困难的代志，是咱一直咧处理感情的问题，袂记你讲，迄个问题背后其实有搁较深的代志伫遐。若是无解决迄个代志，咱的问题是无法度解决的。所以哥林多教会是一个虾米款的所在呢？照咱一般人的了解，哥林多城是一个大城市。伫即个大城市内面，伊阁占着一个真好地理的位置，所以南北二路所有的商业拢要集中踮伫即个城市内面。即个大城市商业真发达，阁有海港，踮伫遮有侪人拢徛起伫即个城内面。所有人咧期待是啥物？若是咱要去一个大城市，咱所要爱的是啥物？若是要去搬去到一个大城市，逐个人拢想讲，我去遐敢会当发达？我去遐敢会当得到好的成就？我去到伫遐，我敢会当趁大钱？是所以足侪人要去哥林多城，为着因认为我的生活会当发达，我会当踮伫遮有好的成就，所以侪人会开始迁徙伫遐。无论是有钱人，无论是送乡人，所有人认为讲，我只要去到伫这个城市，我就有机会啊！我就会当得到好的机会。啊，看起来这是好，毋过踮伫即款大城市内面，会看到啥物问题？好野人甲送乡人，迄个距离是非常的遥远。有当时行伫即条路顶面，你看到真侪好野的人住伫真好的厝内面，佫挖一个挖，你会佫看到啥物？佫挖一个挖，有可能会看到游民。这互我想到，我头一摆去纽约的时阵，就是即款感受。日头出来，规个城市真欢迎，规个城市真好。啊，但是到是暗时，你踮伫美国纽约的街仔路顶面，你会看到啥物？边仔有一大堆游民开始伫边仔，所以迄摆印象足深的，带两个囡仔，对一开始。前一条路，还佫伫时代广场上闹热的所在，大家真欢迎，大家人踮伫遐真闹热。结果挖一个挖，当日头落山开始暗的时阵，边仔路边全部拢是游民，迄真正会愈行愈惊，啊，赶紧想要转去到伫家己的所在。踮伫一个大城市内面，充满即款氛围。所以伫即个气氛内面，所有人所要想到的，我若是要发达，我要安怎？将别人打伫家己的涂骹，我就是要竞争，我就是要赢过别人，所以我踮伫遮，我才会当有好的成就。所以哥林多城，遮的人因对累积家己的财富，对建立家己真济的网络真要紧，因为这是因会当顶悬爬。上好的手段，教会踮伫这个环境中间，咱就会开始发现讲，分党的问题、侪伦理的问题、侪看起来灵魂的问题，背后拢代表的是安尼。尤其踮伫罗马的世界中间，因有一个真重要的文化，这个文化是好野人摕钱出来去赞助遐个送乡人。因照着安尼建立一款关系，叫做文主的关系，就是迄个文主公迄个文主的关系，
摕钱出来支援遮个人，代表讲我真厉害，我会当养饲遮个人，遮个人拢踮伫我的保护下面。若是有即个制度，咱就要开始过来想，迄当时的教会甲今仔日的教会敢有共款？迄当时的教会，毋是亲像咱即马踮伫一间真大的建筑物内面，踮伫遮敬拜上帝。迄个时阵的教会，就是散伫无共款的人的厝内面咧做礼拜。啊，迄个主人会当提供场所，会当招大家来因兜做礼拜。迄个人就真做上大迄个，头拄仔讲迄个文主，伊会当赞助大家。啊，因为安尼就会开始发生啥物代志？即间厝的主人真好野，啊，迄间厝的主人咧？嘛开始想要比较啊，我嘛开始想要赢过迄个，所以逐个人都愈来愈踮伫遐咧竞争，所有人拢想要透过即个制度来展现讲我是一个有能力的人，甚至佫有人想要安怎？你只要赞助一个出名的人，我就会当成做即个城市内底上界好、上界有成就的。所以，足侪人想要赞助的人是啥物人？就是要赞助保罗，足侪人想要赞助保罗，就是我若是摕钱出来赞助保罗，我的地位踮伫教会内面，我就愈来愈悬，因为我是伊的赞助人。所以咱才会了解哥林多前书后壁所咧讲的，我属彼得，我属阿波罗，我属保罗，迄啥物意思啊？就是因逐个人咧竞争，想要靠着我家己的能力去赞助别人。照着安尼，我会当愈爬愈悬。当然，保罗拒绝即件代志。保罗拒绝了即件代志了后，侪人就开始咧攻击伊啊，开始咧攻击伊，因为保罗无照因的规矩来行，所以咱才会读到讲，保罗真做一个愚妄的人，就是安尼。你无追求即个智慧。无追求管的制度，无追求管的这游戏规则，结果竟然要行另外一条路，所以你是愚妄的。就踮伫这个智慧甲愚妄的冲突下面，保罗才会开始透过哥林多前书，以望要互教会重新找到底信仰是啥物。所以一开始伊就讲。兄弟姊妹，我已经去恁遐的时阵，无用水的言辞，也是智慧宣讲上帝的奥秘。我啥物拢袂讲，我干那要讲十字架的信息。当伊安尼讲的时阵，伊背后嘛是有伊的意思的。因为这个城市内面，踮伫这个氛围内面，逐个人咧追求的，就是伊所讲的水的言辞、智慧的言语。这个话是要做啥物？有人讲这叫做中文翻译叫做雄辩术。什么叫做雄辩术？雄辩，我袂晓讲台语。雄辩，英雄的雄，辩论的辩，雄辩术。这个做啥物？踮伫法庭内面，因是透过这款辩论的言语，踮伫法庭内面要拼赢别人。啊，但是咧拼的这个过程中间，因足重视这个智慧的言语、水的言辞，到底上尾啊，因的辩论有意义无？其实已经无意义啊！逐个人咧比的是，啥物人用的词较水，啥物人所讲的这个学问听起来较有道理，啊，无人咧关心讲内容到底是啥物。所以因关心保罗所讲的，我无要用水的言辞甲智慧的言语，就是安尼。因为我无要跟恁的路来行，毋是用遐个水的言辞想要辩论赢过别人，我干那要传啥物？十字架的信息。我干那要讲十字架的信息，除了耶稣基督顶十字架以外的事以外，我啥物拢袂讲。咱就爱来想十字架的信息是啥物？一个有权能的王，一个上帝的囝，为着人的罪，甘愿真做卑微，
钉死伫十字架，为着要洗清人的罪。这是十字架的信息。尊贵的王降落到伫卑微，成做钉死的羊羔，为着要洗清人一切的罪。踮伫这个城市内面，这敢会受欢迎？伫迄个所有的人拢想要顶悬爬，伊这个过程中间，今仔日保罗宣讲讲，这个尊贵的人要真做卑微，当然这未受欢迎。但是保罗却讲，这是处理现在教会所有问题唯一的关键。这是处理教会所有问题唯一的关键，就是一个尊贵的王甘愿为着人的罪卑微钉死伫十字架，这也是咱的信仰。这其实这就是咱的信仰，是咱正做一个军队基督的人，咱学习，咱是有尊贵的。上帝创造人，互咱有尊贵，但是甘愿为着别人的需要，甘愿为着世间人的罪，咱甘愿真做卑微。这是重要十字架的信息。无论踮伫哥林多城，无论今仔日来到伫台湾，踮伫任何一个时代，其实这个信息拢是一个真歹了解的事。因为无论咱安怎咧生活，咱就是活伫一个不断竞争的时代。咱就是活伫一个我想要比别人搁较好，我想要得到成就的时代。结果，咱所相信的这份信仰，却对咱讲，咱是要用卑微、软弱来到伫这个世间，活出基督的款式。这本身是矛盾的，这本身是无人想要接受的。因为咱若是会当选择，敢有人愿意受苦？若是会当选择，咱敢有人愿意真做输的迄个咧？无人愿意是输啊，无人愿意受苦啊。教会嘛是共款，教会徛起伫这个城市，踮伫整个的时代中间，咱逐个人敢毋是拢期待讲啊，我家己的教会会当愈来愈水，愈来愈辉煌，愈来愈互人感受到，来到伫即间教会就哪亲像有一款阳光。但是十字架的信息毋是安尼。真正的阳光，毋是现在咱所看会到阳光。真正的阳光是咱愿意真做卑微去服侍人。所以有当时咱所看到的是，现在的教会是一个搁一个无共款的问题，一个搁一个受到整个的时代所限扰，一个搁一个的混乱。其实保罗清楚讲出，哥林多教会的问题。毋是讲这个人，是教会受到整个世界的影响，致到咱伫无注意的中间，缀着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咧行，才会看到哥林多前书后壁所有所看到的问题。若是无讲头前这个，后壁迄处理拢无意义。先讲清楚。咱所相信十字架的信息是耶稣的信息。若是无讲这，后壁无论咱处理一个问题，拢永远都是这个处理了，后一个问题佫会走出来。即马咱处理这个，佫过一个月了后，新的佫走出来。所以，逐个人都是踮伫这个时代内面，咱学习。正做耶稣基督的款式，也就是安尼。当咱每一摆咧读圣经的时阵，咱学习听上帝的声音。当即礼拜咱搁一摆开始咧读几本的圣经的时阵，一开始我甲大家分享的，上帝讲爱有光就有光。会记你头前是啥物无？
当上帝讲爱有光就有光的头前是啥物？一片青烟，一片啥物拢无，然后上帝讲爱有光就有光。对这个圣经内面，咱看到一件代志，上帝讲啊真清楚，咱是踮伫混乱、看起来绝望、看起来黑暗的环境中间，忽然间，上帝的话出现，讲爱有光就有光。当光出现的时阵，带予咱新的愿望。所以每一日，当咱掀开圣经的时阵，那亲像是咱踮伫黑暗的环境中间，忽然间一个光照入咱的生命中间。迄个话真做真实有气力的愿望。当咱每一个礼拜来到伫教会，咱听上帝的话，咱吟诗，咱同齐咧敬拜的时阵，这也是一摆机会，互咱踮伫混乱的世界中间来到伫遮，咱经验上帝新的创造。上帝对咱讲，基督是主人。十字架的信息咧对咱讲的是，基督是咱的主人，咱正做军队基督的奴仆。这条路看起来，甲这个世间的价值是冲突，毋过是有福气、是有稳定的路。这在地人看是孤光，毋过踮伫上帝的内面，咱要正做真正的智慧。所以，当保罗咧讲这个话的时阵，那亲像迄个智慧的风，搁吹起来，风甲神。甲所谓的圣神，踮伫圣经内面，咱拢用同一字。当迄个风吹起来时阵，那亲像圣神也搁一摆要进入踮伫人的生命中间，咧对人讲，上帝为着听伊的人所准备的是目睭毋捌看到，耳孔毋捌听到，嘛毋捌有人想到的。当圣神的风进入踮伫咱的生命中间，这会真做咱的祝福无？咱所相信的主应允一件代志，伫咱的生命有可能拄着侪侪患难，拄着侪侪困难，拄着侪侪问题，互咱感觉压榨，互咱感觉心内底忧伤，互咱感觉惊吓，踮伫侪侪黑暗的困难的时阵，即句话当圣神的风吹起来的时阵，对咱讲。上帝为着听伊的人准备的，是目睭袂捌看到，耳孔袂捌听到，嘛毋捌有人想到的。上帝的创造要继续踮伫咱的生命中间。保罗继续讲，咱爱转到十字架的信息，透过圣神的气力，帮助咱勇敢向前行。所以伫这段圣经节后面，伊讲到圣神所带来四个影响。头一个是，伊对咱讲，圣神彻底知万项事，伊透体万项事。圣神完全知咱的一切，知咱一切的困难。圣神也透体知上帝的心意是甚物。所以，伊讲，咱缀着圣神的风咧做伙行的时阵，咱正做一个充满活力的人。咱不断想要去了解上帝放伫咱生命中间的心意。这是一个透体的过程，详细了解、彻底要知万项事的过程。咱伫生命中间是不断要了解上帝的心意。所以，伊的形容的是，咱透过这个憔悴的行动，咱成做一个有活力、咧找路的人。那亲像进入到深海内面，要了解上帝深奥的本质到底是甚物，互咱的信仰会当行往最深的所在。这是圣神头一个开力。第二个，因为伊详细知万项事，伊也要启示咱。
信心要启示咱大家，帮助咱认捌上帝奥秘，因为这是启示，所以是上帝主动人来显现伊家己的心意。所以每一摆，咱拢咧看上帝的启示。当上帝的启示出现伫咱的生命中间的时阵，咱知影行伫即条路顶面，迄是记号，带咱继续向前来行。佫刷来，伊也讲圣神也帮助咱，圣神咧指教、咧解说、咧教导。圣神有教导的开力，圣神教导人、帮助人听上帝的话语。听咱家己的声音，听兄弟姊妹的故事，所以透过听，咱领受上帝的教示、圣神的教示，要进入伫咱的生命。我会邀请咱的兄弟姊妹，当咱一摆搁一摆咧读圣经的时阵，请咱详细去听。有当时咱读圣经足紧的，用看的真紧。但是详细去听，圣神要启示咱啥物？圣神要教导咱啥物？详细去听，当咱搁一摆咧读圣经的时阵，圣经的话要教导咱，要怎样踮伫今仔日的生活中间，帮助咱拄着耶稣。最后第四个开力是圣神的光照。互人会当判断，圣神带互人会当得到光照，会当判断万项事的价值。透过安尼，咱会当得到新的眼光甲能力去看待现在咱所拄着的问题。所以，咱才会当搬过一切的难关，见证是一个的信心。所以，保罗所甲哥林多教会所讲的。咱有侪侪问题，兄弟姊妹啊，咱有侪侪问题。毋过我无用遮个水的言辞，遮个智慧咧甲恁讲话，我是用十字架的信息，是用耶稣基督为着咱钉十字架顶拯救咱的罪的信息，咧鼓励咱，咧劝勉咱，互咱照着圣神的开力，咱会当透彻万项事。咱会当得到启示，也会当不断受到圣神的教示，然后有晓悟的心，得到新的光照，判断万项事。保罗咧讲遮个话的时阵，就是迄个智慧的风咧吹起来啊。加尔文讲，上帝的话甲上帝的神是同齐咧做工的，所以咱既若会当明白上帝的话，是靠着上帝的神、上帝的灵来帮助咱，互咱了解上帝的话。所以，当咱得到这个开力的时阵，当咱得到上帝的话点伫咱的生命中间的时阵，这真做每一日咱拢有新热伫咱的生命中间。每一日咱拢领受上帝的创造。伫每一日，咱拢经验新的代志要发生。所以，虽然看起来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又一个无共款的问题，但是踮伫这所有的问题背后，有缘咧见证的是，基督才是教会的主人，基督才是咱生命的主人。保罗期待。每一个信徒，每一个踮伫家庭中间咧敬拜，伫教会中间的兄弟姊妹，拢会当成做耶稣基督的见证，为着这个世代带来新的愿望。现在是智慧的风吹起的时阵，圣神的风吹入咱逐人的生命，帮助咱，互咱伫每一日，咱要成做耶稣基督的奴仆。请咱来看我所写的这段话：智慧的风吹起，伫天平的两边，一边是智慧，一边是愚公。什么是真？什么是假？无人晓悟。
智慧人啊，你为着家己暗算偌济？愚戆人啊，你还阁无明白吗？真正的智慧已经显露，智慧的风吹起来，透彻万事，启示奥秘，指教新路，光照心眼，互人认捌基督的心。圣神的开达踮伫咱的生命，互咱彻底知上帝的心意，互咱得到上帝的启示，互咱受到上帝话的教导，互咱得到晓悟判断的能力，知影讲基督踮伫遮，基督踮伫咱的生命中间，引带咱向前。请咱同齐透过这首圣诗来成做咱的回应。上帝是我一切愿望。上帝是我一切愿望，经过我心拢无离，带我经过乱世混荡，心中真实就是伊，只有伊行起，着我心心归属伊，当所看靠世间轻化，都减关世袂通靠，着我所起功德观他，被正途分就回报，只有被经地地，也做我经过行子，上主我美的回温万，有功的人袂知望，智慧风吹透铁板树，开心路启示奥秘，光照心人真捌，基督心意的解答，咱着对永远的上帝时常奉献感谢祭，真心我都称赞喜悲，一切圣行来感谢，主求咱着顺坦，对伊脚步阮平安。咱同齐来祈祷，想赐人智慧的圣神，求你吹日管达人的心。当阮拄着困难，当阮拄着侪问题，当阮拄着软弱，当阮拄着病痛的时，求你帮助阮，互阮透彻主的心意，帮助阮，互阮清楚知影，你踮伫阮的生命中间，要成做阮的倚靠，也透过话语不断教导阮，互阮清楚明白，主基督，你是阮
唯一的愿望。主基督，你要游园大领馆，互阮出黑暗入光明，不断经验主你的光照点入阮的心。愿主真做阮的开达引带阮，互阮点伫即个看起来充满混乱甲困难的时代中间，游园徛在会条，游园见证十字架的信息。愿主真做阮的帮助，真做阮的开达。同齐祈祷，靠耶稣的圣名来求，阿免。请咱同齐来吟圣诗366首，咱要甲主同齐祷。主你的辛苦为我受怕破，露出你宝贵，献出你听我，当我要这道恭敬感谢你，因我你笑。因我你来笑脸你，世间的幸福快乐无孤单，真有主是别永远有经过，当我要献身，求你上之时，当永远可塞，当永远可塞，当永远来可塞你，我的真悲切，希望照顾你，上我都欣喜，每日拢欢喜，求主你赐我为中心不弃，地高你可来，地高你可来，地高你可来的心。伫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欢迎见那属于伊教会的陪参者，三甲守主的圣餐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请咱来听主耶稣对见那归向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。我就是活命的饼，受困我的人，我断袂枵；信我的人，永远袂喙焦；受困我的人，我决断无去杀伊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甲咱敬大家三弟弟。请咱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，就是照保罗所讲，因为我对主受搁捌传互恁的，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摕饼祝谢讲，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所拍破的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食了后，伊也捧杯讲，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。今仔日的时，就行安尼来纪念我。恁逐摆食这饼、啉这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。当主耶稣互人要迄暝有摕饼祝谢，所以现在咱遵照伊的模样，大声咱来感谢上帝。主管的上帝，愿遵照你的命令，摆设这宴席。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事，愿谦卑求你找圣神来圣别阮，也圣别这摆列伫你面前的饼甲葡萄汁，
互阮对接受者的对神有份，伫你的身躯甲保护，对伫你恩典的帮赞，通正做管属灵的培养，也会当踮伫你的恩典中间得到成长，荣耀你的性命。愿安尼祈祷，靠耶稣的性命来求，阿免。主耶稣讲，这是我的身躯，为了恁所拍破的，恁就惊安尼来纪念我。主耶稣讲，这是我的身躯，为了恁所拍破的，恁就惊安尼来纪念我。请咱的小会员来旁边。这是基督的身躯，为了咱所拍破的。主基督要赦免咱一切罪，通过伊为了咱定死伫十字架顶，正做卑微，也正做咱的愿望。这是基督的身躯，为了咱所拍破的，咱就惊安尼来纪念伊，请咱同齐来领受。食了，主耶稣也旁杯讲：，这个杯是新约，伫我的血所设立的。见若啉的时，就惊安尼来纪念我。请咱的小会员来旁杯。
这是基督的血，为着咱所流出，也要成做新的约。当咱搁一摆领受的时，咱也记得主耶稣甲咱立约，伊是咱的主，咱是伊的奴仆。这个杯是新约伫基督的血所设立的，既然啉的时，就加安尼来纪念伊，请咱同齐来领受。恁逐摆食这饼、啉这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。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，甲咱三弟弟，请咱同齐来祈祷。无所不能的上帝，愿感谢你，因为对于你极大的疼，愿通领受你的圣餐，做培养阮灵魂真活的食物，搁互阮明白你欢喜阮。疼惜阮，也知影阮真正是圣囝奥妙身躯的一体，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，也是你永远的国的后裔。阮的主上帝，阮谦卑来到伫你面前，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，求你欢喜接纳阮，用慈悲帮助阮，互阮踮伫这圣洁的团契内面，因光你的名。愿主正做阮的启达，踮伫每一日，愿见证主基督，你是阮的主。同齐祈祷，靠耶稣的性命来求，阿免。咱即碟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疼。
请坐。咱来看几项教会的事工，咱大家三分享。即礼拜拜三，咱圣经学堂恢复吼，咱顶2礼拜拢休困。即礼拜拜三搁恢复。即礼拜拜三，咱所要读的所在是《使徒行传》第2章14节到36节，请咱做伙踮伫山顶来参与。好，咱的好会会踮伫2月19，也就是2个搁后主日吼。所以迄天早起咱是联合礼拜，就是早起9点，咱会联合礼拜。会员名单已经公告踮伫礼拜堂后壁遐，所以若是有啥物问题，麻烦咱的兄弟姊妹，若是有发现咱的小会员来提出来做更正吼。好过来咱等的第2堂礼拜后，踮伫教育大楼会议室这边来召开小会吼，所以请小会员来做伙出席来参与。好奖学金开始申请，就是顶学期的奖助金吼。若是有符合这个规定的学生来干事这边来提这个申请表，申请到2月28来做截止。游园咧优化搁咧修理吼，所以出入麻烦咱大家较注意、较小心。好，这是以上我做安尼的报告。咱踮伫礼拜三以后，咱会当互相交谊甲请安。咱做伙读今仔日的经句吼。我所讲的话，所宣讲的信息，拢无用巧妙智慧的言辞，是靠上帝神的大能力来证实，是要用合伊的信息，毋是靠人的智慧，是靠上帝的大能力。哥林多前书2章40到50，好一遍吼。我所讲的话，所宣讲的信息，拢无用巧妙智慧的言辞，是靠上帝神的大能力来证实，是要互恁的信仰，毋是靠人的智慧，是靠上帝的大能力。到前书2章40到50，好，请咱做伙起立来读所一遍的信息。请起立389首。上帝之光之尊，造化的主万国原本，天定生世，天下万民，永远国度被行成圣。领受上帝祝福，愿咱得到主耶稣基督恩典，天父上帝疼痛，以及圣神的相通感动，甲咱正大家三地地对答直到永世代无煞。阿门。请坐。